各位朋友你好啊，今日咧想同大家傾下咧，如果第一次喺美國買樓嘅時候要注意啲乜嘢？點樣可以揾到筍盤，同埋點樣可以咧早啲買到你嘅樓？咁講到買樓咧，首先你已經過咗你自己嘅情意結咧，就係你唔租樓去買啦。因為其實好簡單計算啦，如果你租人哋間屋簡簡單單3000零蚊一個月，3年計已經10萬蚊㗎啦。咁如果隔咗3年嘅話，你正常想像一下樓價會升幾多？一間60萬嘅樓會唔會變咗70萬？所以離開咗呢個情意結之後呢，好多人都會選擇買樓嘅。咁如果我用供樓作為例子嚟講呢，咁其實每個人喺呢一刻都供緊樓嘅。咁究竟係供緊你自己嗰層樓啊，還是係供緊人哋層樓？咁供自己層樓呢，最大嘅分別呢，就係將來升值呢，你就可以自己賺翻晒啦。咁講到買樓呢，首先好多人都要諗下究竟係邊度買啦？究竟一個咩區適合你呢？你問翻自己，你個生活圈係點樣嘅？譬如我以前租開呢個區呢，我就一直會租嗰度，或者我問下親戚朋友佢哋住邊度呢，我就跟住佢哋嗰度買。咁又唔係錯晒嘅呢樣嘢，因為其實你去得嗰個地方開始嘅話呢，可能你都喜歡嗰個地方嘅。講到揀區呢，其實最好呢就係問翻代理嘅。舉個例啦，代理如果係住喺 Flushing 嘅，但係佢去咗 Staten Island 翻工喎，點解呢？嘗試下理解佢背後嘅原因呢，你就會知道邊個區呢係最好噶啦。咁了解完區之後呢，就係要諗下幾大先夠住啦。咁每個人嘅生活現狀呢都唔同嘅，譬如仔女大晒啊，同仔女未大呢，其實都可能要揀嘅地方都有所分別嘅。呢樣嘢呢，就多啲同你嘅代理去溝通呢，咁啊有幫助你揀最合適嘅區嘅。咁揀咗區之後呢，第一樣要做嘅呢，就係你嘅貸款能力啦。咁究竟你可以有幾多嘅購買力去買幾大嘅樓，幾多錢嘅樓？點樣嘅方式最配合到你而家嘅狀況呢？譬如我收入唔穩定嘅，但係我又要買樓，咁有咩辦法可以做到呢？嗱，呢樣嘢呢，就代理可以幫你推介合適嘅貸款經紀啦。咁貸款經紀呢，最緊要就係幫到你呢，你唔同情況之下呢，俾一個最合適借錢方案俾你，咁令到你起碼可以買到樓呢，計劃到未來3年呢可以點樣過。咁決定咗買邊度啊，借到錢之後呢，你其他狀況啦，譬如現金有幾多，因為每個成交呢都有成交雜費嘅。美國嘅樓呢，就同好多地方嘅樓有啲唔同嘅，佢唔係石屎啦，基本上大部分呢都有啲維持嘅成本，譬如正常嘅維修啊咁樣。如果你係排屋嘅話呢，可能會有啲管理費啊、雜費咁樣，可能會幫手鏟下雪啊，或者係清下水道啊，甚至可能有泳池啊都唔頂嘅。咁有好多人以為呢，頭款越多越好呢，先至最受歡迎嘅。咁其實作為業主呢，去睇你嗰個意向書嘅時候呢，佢只係會考慮到呢，你能唔能夠順利過渡嘅啫。最緊要唔好棘住，因為每個成交呢，可能都3個月份啦，前後夾埋嘅時候呢，如果遇到困難呢，佢要再攞翻出市場賣嘅時候呢，就會錯失咗好多機會噶啦。咁如果係間屋係需要裝修啊，或者係日後有少少收葺嘅時候呢，留翻些少錢喺自己度呢，亦都唔係壞事嚟嘅。咁最後一樣呢，就係揾一個合適嘅代理呢去幫你啦。咁合適嘅代理呢，最緊要就係能夠提供到筍盤俾你。點解筍盤有時會留咗去俾人哋，留唔到俾你呢？咁你試下問翻自己啦。嗱，而家啲盤呢揾咁容易啦，你會唔會得閒都自己上網去睇啊？咁你睇完之後，你會話俾你嘅代理聽，還你自己走咗去睇呢？咁代理同你呢個互動過程呢，其實都要經常溝通嘅。譬如你睇到呢個盤幾好喎，你其實可以選擇話俾代理聽啦。呢個盤係點樣啊？睇啲相好似幾好喎，有咩問題啊？可唔可以話俾我聽，或者幫我約下？咁作為你嘅代理呢，收到你咁樣嘅信息，其實就好開心嘅，因為佢知道呢，你信任佢啦，亦都可以更加確切咁樣去幫你呢去揾翻合適嘅盤源嘅。譬如你就住嘅方向呢，呢個可能仲好喎，平啲添啊，咁你咪可以買到好嘢咯。咁代理同你呢，最好就係同聲同氣好傾啦，同埋會同你講真話嘅。咁正常睇樓呢，都有個時間性啦，每一個時間入邊呢，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筍盤出現嘅。咁真係咁唔好彩，呢一個時間完咗嘅時候呢，你就要等下一批噶啦。做有筍盤嘅時候，你又準備好未呢？買樓之前呢，最緊要就係查下自己嘅購買能力啦，揾一個好經紀，多啲同佢傾，講下你想要乜嘢啦。咁我希望呢，我高飛日後都喺最短嘅時間內幫你買到最合適嘅樓。多謝各位。